希腊火烧山也无法度控制，当一架飞机出任务拍火，却不幸载落，害2个飞行员死亡。法国巴黎奥运起稿，刚前一年，洋溢盛会火把世界公开啊，塞纳河嘛整治甲真清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这希腊火烧山是油源无法度控制，曾有一架飞机出任务拍火，却不幸载落，害2个飞行员死亡。这火烧山遐尼严重，甲气候反常、温度升悬是有真大的关系。这热的程度是已经连生活伫咧沙漠的八卦风都挡袂牢啊！亲像美国的亚利桑那州，都真侪八卦风热甲变形。飞机换导火地点喷出了后，向风落落去，导火烧起来。希腊之国传出悲剧，一架拍火无人机伫艾维亚岛救火时阵落落去，2名飞行员不幸死亡。这是希腊真济所在爆发野火了后发生的第一件死亡事故。希腊顶礼拜爆发的森林大火继续滚加，东西区之一的度假景点罗德斯岛已经撤离超过2万人，按过部分旅宿业者依然就地当地，提供受困旅客协助。We find a line of internet and we give this line for people to call their houses that they are safe. 这业者饭店部分已经烧甲臭灰搭，另外一个餐厅头家更较艰苦，伊的餐厅客家全部烧了了。My life now it's stopping. My restaurant, all everything it's take a fire. 新会起了了，业者是要靠无目屎。希腊经济大部分拢靠旅游业，观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不过，这几年承受疫情影响，再加上极端热浪引起野火，真无简单。转来游客恐惊阁乌有气，极端高温带来影响，连来可坏食物拢挡袂牢。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仙人草最近也拢出现落气、树倒形状改变的情形。These plants are adapted to this heat, but at some point the heat needs to cool down and water needs to come, and if that doesn't happen, the prolonged exposure to extreme heat without being able to cool down affects significantly the plants. 科学家指出，已经热天亚利桑那州拢落雨，今年当地索诺兰沙漠若要无落雨，可能就影响仙人草。因咧采集样本确认因果关系。特别结束的7月，可能是全球有史以来上热的月份。不过，这恐惊是人类家己造成的苦果。世界气候规划组织自个公布报告，指出人类行为甲极端气候有明确因果关系。科学家表示，目前全球气温平均提悬1.1度，若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种长时间这么热挡袂牢的极端高温，恐惊每2年到5年都会出现一摆。公视新闻，徐欢迎朋友。来看另外一则意外消息，澳洲的西澳省的千年海豹，竟然是有97只海洋跨鲨，其中是有52只已经不幸死亡啊！当地工作人员是正在救存落来海洋，嘛希望讲会当调查出因跨鲨甲死亡的原因。海燕拍伫海沙堡的声，内面阁听到鱼头海鸥，特别是进前在哀的声。人力有限的保育工作人员，当地含时间比上较紧，拍拼在救有可能活倒来鱼头海鸥，互因转去大海。但落尾嘛是传出不幸的消息。52 whales, I understand, have perished. So we've got 45 in the water, and hopefully we can get them away and save them. But we have to be ready for an outcome which says that they may return, but hopefully that doesn't happen. 这阵做伙找无路的鱼头海鸥，是伫离海岸差不多100公尺外方发现的。对空中翕的画面会当看到，这鱼头海鸥对岸边游过去，但拢客做一堆，有当时还会出现敢若是心形的队形。但是保育工作者知影讲，这毋是啥物欢乐的表演，是悲剧得要发生的征兆。随着这人力对鱼头海鸥搁困伫个浅水区的时阵，就开始较紧抢救。根据国际保育组织的分级，鱼头海鸥是海底
科，算是较无绝种危险的物种。伊伫个港类内面，体型敢若比雪橇海翁较细尔。成年的伊头仔海翁体重有1.3吨到3.2吨，加上因的数量是有要100只，保育人员的人力真正无够。It's so heartbreaking, it's so distressing, and in many ways it's frustrating because we don't know why this occurs. It's a terrible thing. 伫世界各地不时会传出圆头海翁找无路靠搭落尾死亡的事件，原因甲答也阁毋知影。毋过外电是因野生动物专家的看法，认为讲破病和压力有可能是引起这种悲剧的原因。公视新闻齐家人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大阪对中国生产的冷冻毛豆内底验出大肠菌，所以讲是下令要回收13000杯。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国安单位警告讲，若是南北韩发生战争，北韩可能会伫咧网络散布南韩的总统逃走，也是美军撤离这款假消息，要对南韩的民众拍心理战。英国《Times》报道，以色列的国会通过司法改革案，限制法院的权力。有就称的参与示威的少年人讲，因无要去做兵，阁有军人讲签要退役，用这款方式来抗议。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总统拜登向亚出讲，过去咧做副总统的时阵，常常甲因后生海外商业合作伙伴通电话，所以讲有部分共和党的众议员暗算要甲弹劾。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福州南部的海岸20暗时竟然测到海水的温度38度，这是破全球海水上高温的纪录。这38度等于已经是要洗身躯水的温度啊！南美洲的国家厄瓜多，这暴力犯罪案件是真多，有一个市长去视察公共工程，竟然就去互开枪弹死。另外，当地感觉是不时咧发生暴动。这回竟然是有120个港仔内底警察去互犯人压去，当地政府就赶紧派2000外警察去各地港仔控制情势。目前为止，已经发现有31个犯人伫咧暴动当中死亡。真侪万塔市民众为因死去的市长因此也个举行丧礼，唔敢相信这位受欢迎。今年这位正大电视的大家长，反正伫咧巡视公共工程的时阵，互人连开真侪枪弹死，才38岁。Por eso estoy aquí, desde temprana hora estoy aquí, porque me siento orgulloso de aquí este Manta y de ser una persona que él fue, que quiso ser lo mejor por esta ciudad. 目前也唔知因此也个被暗杀原因，毋过厄瓜多最近暴力犯罪增加，之外有真侪家教传出暴动或者是劫持革警的事件，其中西南部的瓜亚基尔滨海家教内底，各帮派人员爆发激烈冲突，传出枪声甲爆炸声，真侪人死亡。当局马上宣布全国进入60天的紧急状态，各动员2700个军警维持秩序，顺利将闹事的人员制服，各敲出大批枪甲弹药。Todos los terroristas serán derrotados. El anarquismo no tendrá cabida en nuestra sociedad. La fuerza del Estado se sentirá dentro de las cárceles y en las calles. 暗过伫紧急状态宣布了后，西北部都市艾斯美拉达斯一个家家阁发生暴动，家家外口有车被放火，总共全国有120个家警伫6个家家被劫持。虽然局面得到控制，暗过有31个犯人伫混乱当中死亡。厄瓜多这几年来帮派毒品犯罪愈来愈畅手，家家人伤过济，一直传出暴力。伫2021年11月一个家家帮派互斗事件，有119个犯人死亡。今年4月家家暴动有12人死亡。公视新闻曾回面编辑。2024的法国巴黎奥运是搁一年就要起过啊！这团省会的火把已经公开啊，伊这是用水的形象来设计。这届巴黎奥运甲水有真大的关系，亲像是开幕式，就是有史以来头一届刷起户外举办，会互运动员坐船对塞纳河入场。这条法国真出名的塞纳河是因为污染、真垃圾、阁有歹味，已经禁止民众伫咧内底耍水几落百年啊！即阵为着奥运，法国政府是摒视政治，即阵看起来已经加真清气象。到时阵阁有几落项比赛，真就是游泳的马拉松，阁有铁人3项，拢会直接伫咧塞纳河内底比。
流线型看起来真顺的外形，配一种朴朴的金色真好。2024巴黎夏季奥运的盛会正式给大家看，离开幕倒算365天，找到要加体液的底藻表面将波特加持，在塞纳河边展给大家看。 Là, on a voilà, quelques détails. Vous voyez ce détail de l'eau qu'on voit un peu plus en détail, que vous verrez encore plus quand vous aurez la torche réelle entre les mains ou en tout cas devant les yeux. 想要强调含水的关系，这届火把的设计代表平等和和平。目前预估要生产2000支，数量毋但是比前几届佫较少，嘛佫较强调用环保材质去制作，同款是注重环保的佫有选手村。除了用会当回收的纸棒面层架，佫试讲伫个无装冷气的状况之下，要互室内的温度会当比户外是减6度遮尔济。 I think they're making great efforts here in every respect to reduce the carbon footprint, and there even the daily meal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is show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nd of the IOC to fight there for climate action and to fight against the climate change. 上时塞纳河的整治嘛来到上尾阶段，因为污染真严重，已经有100年是无开放民众落去耍水。法国政府开14亿欧元，合代票差不多是480亿，去改造本地已经真旧的百年排水设施，做规个河川的净化。每年奥运会包括开幕仪式和正式的比赛、铁人3项和马拉松、收水，拢会伫遮办。毋但是强调这届奥运水的精神，搁爱互塞纳河是规个活起来。另外，当地的店头嘛希望，因为奥运请一大堆观光的人来，创造商机。公司新闻两间编译。中国是利用送鸟禽变外交，迄阵一只伫咧法国的鸟禽圆梦是要转去中国四川啊！这回竟然是连法国的第一夫人都去机场相送。几路有真侪民众咧送，寄住伫咧法国的鸟禽汪梦，伊伫咧当地时间25出发，要去巴黎戴高乐机场，转去中国，入去到四川省成都的大鸟禽生态研究基地，来确保讲免偌久会当有家己的后代。汪梦伫咧2017年8月出世，伊是头一只伫咧法国出世的鸟禽。同年的12月初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法国第一夫人碧姬因做伙甲号名，所以讲碧姬这边嘛有来甲送。Il aime bien manger, il aime bien dormir. Son côté français. Il est assez sociable. Il a un côté chinois, un côté français. C'est ça. 法国的警方斗相共来开路，还佫有真侪警察下场来确保讲冤梦会当开路平安。冤梦的父母伫个2012年从中国去到法国。当时中国要伫个世界各地来进行鸟禽生态计划，所以就甲阻止法国大鸟禽来到遮，嘛互保外乐动物园的游客数量加真侪。随后，冤梦的双胞胎姊妹出世，2022年的游客的数量还佫达到200万。同款的鸟禽外交嘛发生伫个欧洲的其他国家，北美还佫有亚洲的22个动物园。照顾鸟禽的成本真悬，逐年拢爱开要上几百万的美金。那鸟禽租借期限上长是有15年，时间一个到就爱甲这个鸟禽送转去中国。鸟禽外交内底还佫有一项规定，讲假使若伫咧租借期中来造成鸟禽死亡，还佫有罚款的问题。毋过鸟禽生出遮尔古锥的模样，深受各国动物园还佫有民众真欢迎，嘛毋茫讲租借着中国的鸟禽来增加游客流量。就算讲即几年来，北京当局甲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有较安平，毋过透过鸟禽外交展现出中国的软实力，安尼嘛加减来落软外交顶悬的硬实力的对抗。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咱头拄则看到希腊火烧山的灾情是真严重，这树林甲草埔若是见摆着火，就会炭烧规大片。所以讲，德国有一间公司就开发一款会当侦测到烟的电子片啊，甲伊放伫咧树仔顶，若是附近有树仔着火有烟，几分钟就会当侦测到，就通知消防人员赶紧来拍火。一位老先生将手机点火了后，随着开始清烟，伊要试看卖放伫树棵顶头，这个细细的青色的装置到底是有路用啊无？ Wir machen Feuer, wir machen Rauch
um unsere Sensoren zu testen und zu sehen, wie weit erkennen die Sensoren noch den Rauch. 这是德国一间公司所开发的电子片装置，会当监测树林内的温度、湿气、各种空气的变化。上重要是会当用片到树林内是毋是有伫出烟的气味。一旦发现有这种气味，电子片就会甲实验室连线，互实验室内面的人判断了后，赶紧通知消防人员去出烟的所在，把火拍花，避免变成更较大的火灾。Ein wesentlicher Vorteil ist die Ultrafrüherkennung. Das heißt also, schon in wenigen Minuten, in 10 Minuten, 15 Minuten, erkennen wir einen Entstehungsbrand, bevor ein offenes Feuer da ist. 开发这种电子片的厂商讲，透过即马人工智慧 AI 的帮助，因伫实验室内面会当训练电子片会出无共款的气味，袂去变唔着，甲树林内有车经过引进出烟的气味，当作是树仔着火伫庆烟的气味。事实上，因为气候变迁，即马伫参像德国这种较北边的国家，嘛是会出现40度的高温，佮加上烤化，真容易引起森林大火。德国东北部的布莱登堡地区，去年就发生500几摆的森林大火。德国目前全国有105个这种真悬的高塔，伫顶头装会当翕到360度所有角度的卡梅拉，靠安尼来监测野火。但是，甲看到烟比起来，闻到烟的速度也是加真紧，所以布莱登堡已经伫当地树林内装400个这种用太阳能发电的电子片，希望会当好好发挥作用，变成对抗森林野火真好的助手。记者甘美恁编译。日本有艺术家伫咧美国纽约开一间卡哇伊素食店，无论是料理还是装潢，拢是五花杂色，写超过3000人要去食看卖。另外，北美是日本料理店，开伫咧香港的即阵就真烦恼，因为福岛核废水流入大海，所以讲香港就禁止日本的水产品进口。香港的日本餐厅就真烦恼，讲摕无正统的食材，会去影响到生意。日本计划将福岛核电厂处理过的废水排入大海，香港政府宣布，若日本开始排放核废水，会马上禁止日本10多元的水产品进口。业者原准备为台湾、韩国、澳洲这其他国家找找替代商品，原思考要安怎改菜单。貨源係由其他嘅國家、其他嘅地方進口嘅話咧，咁始終呢一間日式嘅餐廳咧，就唔係話所謂 authentic 嘅，唔係話一啲全部100%嘅日本料理店。咁好似一個 fusion 嘅餐廳咁樣，咁變咗咧就肯定係形象上啊，同埋生意上都會。香港餐飲協會煩惱，若對10多元的水產進口禁令上路，日本料理餐廳生意會達5成，若繼續2個月到3個月，恐驚2到3成業者做不落去，呼籲政府應該要有配套措施，挽救餐廳生意。经过结合传统甲前卫艺术，日本卡哇伊潮流的先锋艺术家正田塞巴斯汀伫美国纽约曼哈顿区开一间卡哇伊风的素食店。该素食店充满强烈鲜艳的色水，天棚要挂大型装置艺术品。会当的吧台顶悬出现的餐点，为摆盘甲食物的色香味也拢五花杂色，就亲像这盘马卡龙寿司。もうハッピーになって楽しくなってこのニューヨークを元気づけるものでそれは今までニューヨークにないもので、表現したら面白いんじゃないか。正田塞巴斯汀的素食店6月28日开幕第一天，订位名单就有3000多人咧等，2礼拜时间过去啊，也有1600人咧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